今次會為大家介紹 conditional formatting 嘅功能。呢個功能可以設定唔同嘅條件，根據儲存格嘅資料嚟加上唔同嘅格式，例如 highlight 特定嘅儲存格，為指定嘅儲存格加上 icon 去標示等等，方便我哋檢視資料嘅模式同趨勢。而家先簡單了解下呢一個功能，我哋用 H 呢一個 column 做一個示範。首先要選取 H 嘅 column，可以先點選第一項資料，撳住 Shift 同埋 Control， 再撳下箭嘴，然後喺 Home 嘅 tab 下面揾到 Conditional Formatting， 會見到唔同嘅 format 同埋 rules。我哋今次想 highlight 所有大過平均值嘅資料，去 Top or Bottom Rules 選擇 Above Average， 然後可以隨意選擇唔同嘅 format。最後 click OK，Excel 就會 highlight 高於平均值嘅資料，方便我哋查閱。我哋再做多個示範，今次用同學修讀嘅 credits 做例子。同樣，我哋先選取相應嘅 column， 然後 click conditional formatting。假設我哋想睇下邊位同學修讀超過18個 credits， 我哋去 highlight sales rules， 選擇 greater than， 輸入18。然後我哋選擇自己設定 format， 喺最底下選擇 custom format， 入邊可以自定義字體、格式、顏色等等。例如，我哋今次想將文字轉為粗體，並改成藍色字，最後按 OK 完成步驟。Excel 就會根據我哋嘅設定，去喺特定嘅儲存格加上 format。除此以外，conditional formatting 嘅功能仲可以喺儲存格加上唔同嘅標記做分類。例如，我哋想將學生嘅 CGPA 分做唔同嘅 honors， 我哋先框選 CGPA 嘅資料，到 conditional formatting 揾到 icon set， 見到有唔同種類嘅標記，系統會按照數值嘅大小去進行分類。今次我哋選擇 more rules。入邊我哋可以自定 icon 嘅圖案同條件，根據 HKBU 嘅 Honours Classification 分別有5個分類 ：First Class、Second Up、Second Low、Third Class 同埋 Pass。所以我哋可以任意選擇一個有5個 rating 嘅 icon style。由於我哋按照數值進行分類，右邊 type 先選擇 number。然後輸入對應嘅數值範圍，例如 First Class 會係大過等於3.4，然後下一行輸入3.0，之後係2.5，最後2.0，然後 click OK， 就會見到喺資料旁邊有對應嘅 icon， 將唔同嘅 CGPA 按照呢一個條件進行分類。當我哋將資料加上 format 之後，亦都可以使用 sort and filter 嘅功能，將資料進行排列同埋過濾。sort by color 同埋 filter by color 嘅功能，亦都能夠根據 icon 去執行。今次介紹去到呢度，希望能夠幫到大家。